商場嘅親客大使用心為顧客提供貼心嘅服務，透過真心同埋坦誠嘅服務，同顧客建立友好嘅關係。有唔少顧客咧都同親客大使成為朋友㗎。同林太成為朋友係源於一次服務。有一晚，林太抱住小朋友過嚟我哋掛服務中心，原來小朋友唔舒服喎，但因為啱啱搬嚟沙田區，唔係好清楚邊度有診所，咁我就即刻幫佢揾附近有夜診服務嘅醫務所，同埋登記埋掛號。另外一位大使就幫小朋友量體温同埋貼退熱貼。睇完醫生之後，林太都有翻嚟多謝我哋，自此我哋就熟絡咗啦。第5屆新地商場以心服務親客大使選舉已經開始啦！如果大家滿意我哋嘅服務，請到20家新地商場投票。投票人士仲可以參加抽獎，有機會獲得智能手機1部。你哋嘅認同就係我哋做得更好嘅原動力，請投我哋1票啦！